伫咧花莲县的部落，对2018年开始是由原民会也有华东基金来建立县内，拢总有700多个基地台，提供予居民会当来使用 WiFi 上网。不过最近伫咧富里乡、丰滨乡的部落，确实拢无法度连到网络，影响到当地观光、时事课程，甚至是时事看诊。花莲玉里镇的春日部落电话条顶原搭 iTrap 搭载的所在就是有线，按部落无线网络起点，不过为4月份开始，信号开始长期民众无法度上网络，囡仔的事情课程用要加做问题。现在因为都是视讯课程，有时候会需要到网络这样子，它是根本就是不存在了啊。除了玉里镇、丰滨乡、万宁乡、倒溪乡有87个部落，户外 WiFi 拢暂停，影响唔但教育，也个观光产业，甚至偏向实行医疗网络为什么长期引起议员的质疑？建制是2018到2020，那维管中央做到2025，那接下来他们期待是花莲县政府要接手，不管是维护的费用或者是电信的费用，看起来是花莲县政府在去年并没有编列这笔钱。县府解说，按部落过去拢使用华东基金会付，按过一年爱1000多万。去年拢向中央争取预算，按过各法规审查拢无通过，干那用县预算甲厂商来协调。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公开上网招标中，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就是尽快能够在6月份能够有一些开通的部分。县府强调，按部落户外网络经费明年开始的编制县预算，今年明年底拢有2批报告到期，也先规划处理，未阁互部落网络断去。公司新闻花莲报道。